工具里。大家好，我是用米的，今日又来到了。欣赏，他这边痛了。哦，他这边是哪里？头哎，头呢？头呢？啊，怎么办呢？他要量体温吗？我已经把它量好了。啊，几度呢36。36度正常。啊，弟弟黑马该片嘞？它如果没打针，它就会有点生病。啊呀，黑马该？追杀，猪杀哦。追杀。啊，猪哪一片？10分。好嘛，猪10分。妈呀，猪数。对，就是啊，很痛哦。来。啊，欣赏，欣赏，爱食药的嘛？没有陪伴，欣赏爱食药的嘛？要不要吃药？不要，啊，养药的嘞？因为药也不见，只能吃这个。那个是什么？有给很香哦。啊，那你要给他吃什么药？它里面早晚吃一次，早晚吃一次啊？这么厉害哦？然后早晚吃一次，红粉早上加，红包早上加，可是他生病好了耶，有可能是打针的问题。不偏的后尾呢？我要再帮他听一次，真的是有身体好吗？好，没有心跳声，一某心跳声，勇敢上，怎么办？他为什么没有心跳声？因为他治我好啊。真的哦？我听听看。医生，你有心跳声啊？可是他没有听到，我有听到他有心跳声啊。你听错了吧？真的，你听听看，他有心跳声，我没骗你。好，看，有对不对？没有。蹦蹦蹦蹦